Goldman Sachs 咧就有自己一個風險嘅指標，個意思係佢哋有一樣嘢叫做 Risk Appetite Indicator， 分為佢哋客戶嘅風險接受能力嘅指數。佢哋嘅調查當然啦，有大機構啊，同埋嗰啲個人客戶。咁我哋做完調查出嚟咧，佢哋就會集中啲數據咧，就會顯示一個風險接受嘅程度嘅。咁而家佢哋嘅風險接受程度咧，話佢客人之中咧可以接受得更多嘅風險咧，已經去到80%嘅客戶啦。即係話仲有20%嘅客戶咧就比較保守，但80%嘅人就睇好個股市嘅，所以佢哋覺得個股市就會好過個債市啦。咁點解佢哋咁講呢？因為佢話嗰啲客人就對美國嘅經濟復甦同埋增長咧期望比較大，覺得佢哋會繼續會好美國嘅經濟啊。但係仲有始終有20%嘅人咧就比較保守。如果呢啲所謂風險指標，如果佢係全部都係好嘅話，個個都接受風險，當然啦，其實調翻轉嚟講咧，對股市個風險咪仲大，因為佢仲有20%都比較保守，即係未接受到而家嘅風險程度嘅話，即係話都未到一面倒嘅情況。但係咧，點解我要講一講呢樣嘢咧？因為佢嗰篇文章入邊講到喺2017年、2020年同埋2024年呢3年，佢哋個指標達到呢一個程度嗰陣時咧，大約3個月之後個股市就有回調，所以我先攞呢份嘢出嚟，大家去研究一下，講一講。咁佢既然咁講得，而且有咁嘅經驗，你哋又會點睇呢？喺討論區大家可以討論一下。關注我，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